每到中秋，总是当看到淡市百业国际邀请协会公益行动，因为因结合济济民大家有志，发起文旦礼盒买一箱送一箱行动，已经连续5档。今年虽然因为风灾甲豪雨造成文旦大减少，不过因甲马克食品合作，换一个方式改关键有文旦甲饼类的中秋礼盒。连带对过去750克啊，增加到1000克啊爱心，真的很舍不得。有些都是他们一整年就是靠麻豆文旦收成，然后再来过接下来一整年度的一个生活哈。那当然我们有感到这样的一个部分，就会号召大家一起更加的关怀。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是捐赠750盒，好，那今年是第5年，那又因为风灾的关系呢，我们就扩大到捐赠到1000盒。那增加这200盒，我们就是针对西北区、台南市西北区的一些弱势受灾户来做一些关怀。我们身为台南成长的一个分子，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意义。那也很荣幸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弱势团体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温暖。为了感谢所有善心企业的收听，市府社局嘛特别举办关键仪式，感谢因兼顾农民甲社会做细心。其中每天嘛专程出席第一场面温馨。有各位我们体会到了志工的社会及社会的爱心，像各位一样来捐赠给这个社会弱势的人、中低收入户啦、独居老人，这些都是需要各位的帮忙。特别的谢谢，感谢各位的付出。那我相信这个好人有好报，各位都是做善事的人最美丽。关键会中所有参与中秋爱心行动的团体甲善心人士，嘛一一接受社会局长回敬感谢中，展现台南社会温暖。百业给我们的支持跟对于所有人的照顾是这么细腻，非常的感谢。这是第5年了。社会局表示，民众若有物资的需求，关键起来是公益平台相关问题，拢欢迎联系社会救助科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